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8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北部病院又搁增加一名护理师为着病，病院叫5个人烧话，有专家建议讲设专门收武汉肺炎病人的病院。卫生福利部检验市面上112件菜色翠安化讲有造成感情的染色剂，检验的结果全部拢合格。早起代替屏东调酒停火车基地，一名员工和2节车厢硬伫中送病去救，也毋过救无回来。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今仔增加6例带病入境的病例，各有一个本土病例，3例是对美国回来的一家伙仔，另外3例分别是为瑞典、跟菲律宾、缅甸入境。另外，北部病院的医护群组感染哦，又搁增加一名护理师为着病。指挥中心嘛，拍算要到病院内底去设前进指挥所，来加强防疫管制。咱嘛来听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的说明。今天有一位863哈，那是838哈等人的同医院的护理师，那1月12日曾接受采检结果为阴性。那1月14、15日陆续出现一些鼻塞、咳嗽的症状。那因为匡列为按856的接触者，所以昨日再次采检，并于今日确诊。因应本起的一个院内感染的事件所以我们对于该医院启动下列的防治作为那第一个，我们指挥中心的人员会进驻医院成立前进指挥所，那直接在那边负责沟通协调，那跟我们指挥中心里面联系相关的工作。那第二个，将确诊个案曾活动的病房关闭，那病房内安排1人1室进行隔离。那个案活动的空间清空消毒，但环境采检确认安全后，然后再启动。然后3清空相关楼层区域，严格管制。4安排专家进驻，针对医院的感染管制措施等防治作为给予指导与协助。5那全院的患者只出不进，取消探病，陪病仅限1人，且需实名制。6加强宣导医院员工落实自主健康管理，如果发现有轻微症状，应第一时间通报，并应指示回院就医，不可自行就医。桃园一间病院传出院内群组感染目前已经5个医护人员为着病，指挥中心认为目前阁无需要封院，也毋过医界质疑讲，这间病院骹手无够，无法度落实分枪分流，为着病医生若爱照顾武汉肺炎的病人，又搁去照顾一般的病人，造成病毒传出去。有专家建议讲，应该考虑来成立专门收武汉肺炎病人的病院。桃园某一间病院爆发新冠肺炎，院内群组感染，指标个案838，除了传染予护理师、女朋友，也有2名医护，包括同齐伫护理站1点钟的护理师，加捌讨论患者病情的主治医师也拢确诊。外界质疑，医护人员执勤时拢有挂喙罨，为安怎也会着病？对此，有医师认为，病院环境可能已经予新冠病毒污染。研判医护人员接触传染的可能性较高。在医院的环境里面，可能到处都有被病毒污染的危险性哈。这个环境里面造成的间接接触传染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另外，指标个案着病的医师，除了照顾确诊患者，也会到一般的病房协助照顾其他的病人，造成856例主治医师着病。医界质疑，这间病院根本就无落实分层分流管制，也就是无共科别医护人员，可能跨区域支援，造成疫情扩散。比如说感染科医师就没几个他全部都是过一边，另外一边就没有感染科医师了，这也不行啊，所以这个是有实际上的困难了。是不是用视讯的方式来共同会诊，或是有没有其他的变通方式？专家建议成立一个专职机构，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集中检疫隔离，才会当避免跨区着病的几率。另外，每一间病院感染科医师能力无平均的问题，指挥中心表示未来会做检讨，目前要求这间病院实施分区管控，也不过一般民众又会当前往看诊。记者综合报道。
这间北部的病院又有医护人员为着病，互民众真烦恼讲疫情扩大。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嘛去宜兰的顶安宫参拜，蔡总统嘛强调讲，目前疫情稳定，民众唔免伤过烦恼，唔免紧张，要继续互第一线医护人员上大的支持。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风险最大，他们承受的压力也最大，他是替我们守住了防疫的第一线，所以。对于咱所有的防疫，咱的医疗人员能够这样子坚守岗位哈，我做总统的，我就感谢因的。啊，我嘛相信讲咱所有咱的台湾人嘛是拢就感谢咱的医护人员，咱继续甲因鼓励、甲支持。蔡总统嘛，伫面册讲到，由社配合传出医护人员为着病院全体同仁，总统是真感谢病院所有人最近无用的消毒善后，所以真侪人拢无休困。社会上有一寡少数无理性的声音放大，总统嘛呼吁所有医护人员唔通失志，因为大多数民众拢知影医护人员拢是以良心佮尊严，甲病人的健康看作是上重要的代志，伫咧拍拼。这间传出感染的病院已经先暂停收住院的病人，嘛暂停所有手术，禁止探病哦。村门诊佮正常运作，目前病院嘛依照危险的程度分做3区来管制。桃园某一间病院传出医护确诊，病院4区为冷清清，平常真歹找位的停车场也有真侪车位。病院虽然暂停收住院病人，暂缓上几家门诊手术，禁止探病，也毋过门诊正常运作。戴2层口罩安全一点。感觉医生护士很好，都很好了哈。那不知道了。就是人比较少看诊比较快哦。现在就是因为里面有状况，所以先提前出院吗？还是怎么样？没有啊。就本来就出院，对里面的状况还好吗？你们所感觉到医护人员的心理等等的问题都正常。目前病院将专院以危险程度分青、黄、红3区管制，门诊甲外科诊属于低危险的青区。有确诊个案，检出环境检体阳性的所在，也是或病房列做上危险的红区，用具体隔离挂 N95催安，危险区有4区为是黄区。他现在是封闭式，只出不进，包括有医护确诊了没有？已经送到12楼跟13楼去了，然后7楼没有，本来就是负压病房。病院3区分层分流防疫计划中，各区分别做册，严格规范。黄车区医护非必要袂当进入红区，特殊状况需要报备核准才会当进入，并且严格遵照 SOP 流程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外界正关心的彩色喙暗的问题，敢会有造成癌症的呢？设计哦，卫生福利部小数个经济部的票检局嘛采验112件喙暗，今仔是公布结果，全部拢有合国家标准的规定。在这个医用口罩的部分哈，总共是抽验了这个我们30件的厂牌哈，30件的这个口罩哈，那非医用的部分是取样了这个82件，那结果的部分哈，全数都符合哈国家标准哈，有关于这个偶氮色料哈，还有游离甲醛的一个规定。市面上的喙暗哦，啥物设定拢有标准检验局针对22种袂使使用的药剂来检验，112件喙暗全部拢无违法。票检局提醒哦，买喙暗除了要注意标示，卖使偏看卖。若属比无盖好，就唔通买。若属喙暗有违法、有害的有物质哦，无符合国家的标准，会使依照消保法上侪使罚150万。消基会伫去年的年底，嘛伫双北市的大卖场、连锁药妆店，佮有电商的平台买20件喙暗的样品来检验重金属的残留，结果哦，其中的3件上外层验出有盐。消基会嘛呼吁政府应该爱甲喙暗的材质安全的标准哦，纳入管理。伫咧疫情期间，喙暗正做民众的基本装备。顶一日消基会伫咧双北大卖场、连锁药妆店、甲电商平台买19件医疗用的喙暗，甲1件一般的喙暗来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南毒、米粒甲红河3件医用喙暗的上外层验出盐的含量6至11毫克。铅的部分呢，口罩这个最外面的部分有检出。那么虽然有检出了但是目前因为没有一个这个规范。
所以说，虽然检出了，因为缺乏规范，我们没有办法说检出的铅是不合规定的。除了部分催暗去用验出上外层有盐以外，消基会嘛发现20件样品当中，包括现代、顺义力、神尊、康乃馨等等6件 PM2.5的防护效率伫咧80%以下。另外，伫咧检验非法性有机物19件样品，拢验出1种至9种的微量非法性有机物，11件样品验出己内酰胺，来源搁来调查。口罩要是当成一个纺织品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纺织品那边的规定也纳进来？那尤其这些纺织品又是做医疗用的，甚至有些是小朋友在用，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标准可以参考国际间再把它放下来？所以我们欠缺纺织品那一块的标准。目前经济部是根据国家标准 CNS15290的纺织品安全规范来检测，像讲游离甲醛甲禁用的5弹色料。毋过消基会呼吁政府，除了定期抽验各项材质的安全项目以外，嘛应该赶紧甲催暗材质的安全规定立即去管理，而且制定检验标准，应该要比纺织品的规范更较严格，才会当互民众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铁屏东潮州停火车基地，伫今仔早起发生意外，一名台铁员工去互2只车厢硬伫中，送病院急救，最后也是宣告不治。这件意外是伫早起8点40分发生，一名姓林的员工伫换车厢吊车的时阵，煞互2只车厢硬伫中，消防队来到现场，用工具将2只车厢紧开，先甲人救出来。也毋过送病院之前，这员工就无喘气咯，最后嘛是宣告不治。台铁嘛派人去现场来了解原因。再来看，云林县长张丽仙最近批评农委会对哪里执政的县市补助大细心哦。民进党执政县市加农业的补助变做是林业立委的辅选工具。张丽仙讲，因的西螺果菜市场改建这案，县政府提案讲爱补助2亿，也毋过是拢无消无息。结果民进党立委刘建国一出面，就马上摕到1亿5千万的经费，也毋过这位陈吉仲是讲无这回事。我们那一天去是了解整个西螺果菜批发市场，那未来他要做所谓的新建冷链设备的时候，我们希望他可以提出一个完整的规划，而且不是只有去一次，我在1、2年前也去过一次，那这个完全要由当地，包括西螺镇公所，甚至是不是要透过云林县政府等这一些都还在规划讨论中。陈吉仲是强调讲，农业是不分哪里，也毋过，就有国民党立委讲，本地南投地迄个普南花有变600万的预算，农委会是以疫情为理由，只共以300万哦，也毋过另外的菜培花一种厝就补助700万。陈吉仲是强调讲，所有补助的经费预算，拢会使互外界来检验。再来看，讲到农业最近受到疫情影响，国际上豆仔、番麦对去年8月份开始就一直起价，嘛去影响到咱国内进口饲料的价销哦。饲猪饲料的成本1公斤就增加10块，伫云林都有饲鸡饲猪户，规气甲猪仔囝卖掉，暂时无要饲咯。猪农透早就去猪场饲猪，但是最近受到疫情甲海运成本提悬的影响，进口的饲料一直在起价。自去年8月开始，一直在调整，已经起特别一倍。饲猪户讲自赞袂调，甚至甲一寡猪仔卖掉，来减轻成本的负担。因为这饲料这贵，所以我决心就是猪仔囝卖较少。我这总然嘛，我卖400只猪仔囝，因为甲猪仔卖较少咧，减轻这个饲料负担，安尼暂时度过这难关。如果是玉米跟大豆涨了快50%，安尼。饲料涨价差不多只有10几%，还是有很多没有反应的了。饲料厂的厂长表示，饲料的价销是由原物料的机会、汇率甲运费等等的因素决定的。但是自去年8月开始，番麦、大豆的价销一直在起价，番麦对10公斤6块起到9块，大豆对11块起到17块。那我们台湾因为都是仰赖进口的饲料嘛，所以相对我们成本就提高。那因为国际整个需求都上来嘛，所以它价格是往上走。那预计一头猪啦，饲养成本每公斤成本将近要增加到10块钱左右。饲料厂表示，价销可能继续起来，一直到反映成本为止。但是已经有饲猪户减少饲猪的数量。毛饲猪户表示，最近国内猪肉价销加悬，应该就是反映成本的关系。希望消费者会当互相体谅，才会当互国内饲猪户永续经营，继续吃到台湾猪肉。
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巴西政府第17紧急收款2大疫苗的使用，这礼拜开始会使开放民众来做。巴西总统是强调讲，疫苗是免费的，也毋过无强迫大家拢爱做。另外，伫巴西变种病毒的发源地亚马逊州，目前病院的酸素无够，医疗系统嘛，伫要无法度应付咯。巴西展开全国注疫苗计划，圣保罗州的护理人员成为头一个注中国科兴疫苗的人。Amanhã às 7 horas da manhã, iniciaremos a distribuição da vacina para todos os estados, com o apoio do Ministério da Defesa com deslocamento aéreo. 巴西政府批准阿斯特捷利康甲中国科兴商务开发的疫苗，有计逐工会当摕100万人做。也毋过对疫苗持怀疑态度的巴西总统是无强迫民众来做。E deixar bem claro, a vacina será de graça, obviamente, e no que depender de nós, voluntária. Ninguém vai ser obrigado a tomar vacina. 当日医界也证实，巴西变种病毒株源头是亚马逊州。增生率更较强，传播速度更较紧，致使当地医疗体系崩盘。民众看到一个一个光的管仔伫气体供应商外排队等买勇气，因为新冠病毒会入侵患者的肺部，致使肺部无法度进行气体交换，所以患者需要大量的勇气才会当维持生命。Não é má vontade, não é querer que os senhores fiquem aqui. Eu garanto aos senhores, todos os cilindros pequenos serão enchidos. 当地使用量比库存加出3倍，部分病院甚至出现勇气用了，各界紧急动员。就连委内瑞拉也出手倒查工，最后在空军的协助之下，已经将部分患者送到附近其他的州来救治。另外，在当地出现不少民众自发性替社区展开消毒作业，为了防止疫情继续扩散，州政府已经下令自14起展开10天的宵禁，暂停大众运输加对外交通。到目前，疫情在巴西无看到断伏，已经造成846万例的确诊，约21万人死亡。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来看中国第17又搁增加96例本土病例，其中天津市当地嘛针对冰淇淋的检验结果搁真正有验出武汉肺炎的病毒。目前嘛喺调查这批冰淇淋是袂去倒位，疫情严重的乌龙港搁吉林省有一个超级传染者，一个人搁甲病毒喂服143个人。一个伫乌龙港哈尼滨来的45岁查甫人，因为伫做中老年人的营销推广活动，最近是接着往回乌龙港甲吉林2个省。12伊伫吉林确诊新冠肺炎了后，当地政府亦调发现讲，伊正做超级传播者，16造成81个人感染，17嘛有62个无症状的感染者甲有关系。初步估计已经造成一个人传143个人，社区传播一直扩大。有10%左右的感染者或者病人。它会传播，超过这个基本传播数，就那个3以上的，就超过3个，它的2代病例，这样呢，就是构成了这个超级传播现象。因为密切接触者大部分拢是中老年人，所以这波疫情的感染年岁嘛较悬，上侪岁是87岁，平均年岁伫咧63岁。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到17早起为止，中国境内佫新增加96例本土病例，其中河北有72例，乌龙港有12例，吉林10例。另外，首都北京嘛佫新增加2例，其中河北南京市是扫上严格的封城措施，宣布所有居民自今仔开始居家隔离。完全禁止所有人员出国。限制人员流动是控制疫情扩散的最有效措施。只要流动的人群中没有感染者，就不会造成疫情扩散。天津市发生伫市民伫卖冰淇淋当中验出新冠病毒阳性的事件。卖出去的冰淇淋总共390块，当地已经找到倒来372块，剩的抑阁伫咧追查当中。政府对直接接触者、还有消费者等等的人员来实施隔离管控，头一届核酸检测拢是阴性，若是病毒来源，抑阁伫咧追踪。3份乌克兰进口原料乳清粉样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排查出的人员均已被隔离，并进行核酸检测，已出结果均为阴性。
另外，香港的社区感染嘛一直扩大，九龙弥敦道、佐敦道、杜俊街等等的区域超20栋大楼。最近这几个礼拜一直出现一寡零散的确诊个案，17通报佮新增加55个确诊病例，其中51例是本土病例，16例感染源不明，负压病房的使用率已经达到70%。香港政府实施小区检测，而且配合禁止出门，估计超有成千的人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尼泊尔有在爬山的人哦，伫10日是咱人类历史上头一遍伫寒冷、伫无生疏的状况哦，爬上世界第2高峰。另外，再来看香港有一个坐轮椅的运动员李志伟，伊挑战要爬上超过300公尺的大楼，虽然因为风上过头，最后无成功，也毋过毛无第代票1877万的存款。李志伟甲家己的轮椅绑做伙，拄骨轮系统，拄剩家己的双手的力量甲信念，就安尼吊伫大楼外口，坚固的玻璃向顶悬爬。真係驚驚地嘅，因為我喺個山度，我可以摸到啲石頭，或者揾到一啲 host 嘅位可以俾我捉住。咁但係喺個玻璃幕牆度，我只可以依靠嗰條繩。香港全灣中心廣場樓懸將近320公尺，李志偉爬超過250公尺時陣，受風勢影響，所有電做伙只好停落來。這時陣伊已經爬超過10點鐘，也發現家己無充足氣力完成攻頂的挑戰，只好放棄。雖然安尼，伊也是為兩骨損傷的患者，無520萬港票，相當新台票1877萬的存款。李志偉伊以前是亞洲爬壁王，失敗得到亞洲爬壁冠軍，世界排名第8。毋過10年前一場車禍，下半身未振動，伊用幾年的時間重新適應，等於老本行做爬壁教練。毋過感覺人生好親像無目標，就決定坐輪椅爬上頂香港力量甲勇氣的西亞山，個挑戰成功。專場裡面都可以發熱發光，都可以做到佢哋或者佢哋出色嘅範疇嘅嘢咁同樣係可以營造到一啲機會或者希望一啲光芒出嚟，唔一定係弱勢嘅。尼泊爾10名爬山人10日創下人類歷史上第一擺佇冬天成功無喪失爬上世界第2關山超高里峰 K2。This winter record was break by Nepalese. They climbed K2 first time in winter. Luckily, due to good weather, they reached on summit. K2 海拔高度是8611公尺，是世界第2高峰。雖然高度不如世界第1關的聖母峰，毋過危險的程度卻比聖母峰較懸。公視新聞黃文玲報道。再來看過來的新聞哦，今年已經有連續4波的強烈大陸冷氣團影響台灣，學生愛做好愛安怎穿才會使穿好些咧。行政長蘇貞昌佇面冊講到，學生愛使掛圍巾、穿外套，學校不准處罰。也毋過，所有老師批評講，認為政府無尊重教師的專業。另外，針對國內已經有擴大的趨勢，蘇貞昌嘛強調講，防疫政策政府會隨時檢討。北台灣有行作業中心甲訓練中心新起的工程開工動土，行政院長蘇貞昌親身主持，毋過拄到強烈大陸冷氣團來，天氣是冷機機，大家攏包條條。中華郵政的客家人員也是穿制服表現專業，毋過就像講學生來學校上課。學總嘛有規定，蘇貞昌頂日咧面冊鋪文，聽學生愛圍巾仔穿外套，佮要求講學校袂當處罰，強調講安心加外套，政府互你考。所以教師界批評講對學生啊上好，限制管教權。還是要讓孩子們隨着不同的體質、不一樣的天氣，都能夠做各種因應，這樣才能夠健康安全。相關的規定，教育部、教育局都已經有一再的提出，都已經告訴各地方，還請老師們辛苦一點，愛的教育才有溫暖。國際疫情一直滾高，台灣某一間病院發現醫護人員群組感染，已經有4個人致病。面對疫情的變化，蘇貞昌呼籲台灣人減少出外，降低醫護人員的壓力，嘛要給予醫護人員鼓勵。全國醫護人員，大家撐着也撐了1年多，難免會有狀況，所以這一次有一家醫院有點情況，其實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非常辛苦。政府也會檢討，隨着各種情況，整個隨時檢討，
随时盘点。公听会前委员长赵木钦甲成理人翁无将不当往来，叫监察伊单核，而且牵涉到高阶检审警员行为不当案。苏贞昌强调讲，政府一定会严查严办。任何司法争议都应该无枉无纵，查明清楚。而对于违法乱纪，一定要严查严办，那才能彰显司法正义。苏贞昌强调讲，相关个案已经进入司法侦办的定数，现正是尊重，无要加评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禾集团董事长翁木晶涉嫌诬陷上100名法官和检警调人员，因为这董事长拢会做记录，伫伊的记事簿中除了有已经向担任前公听会委员长赵木钦，向司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前院长林基虎，搁有台北地检署现任检察长等人拢有涉案即马嘛拢受到处罚了。前公听会委员长赵木钦顶日来去监察院调查单核，因为伊甲嘉禾事业董事长翁木晶有密切的联络，对方涉嫌透过拍球、食饭，还有卖固定等的不当接触，而且提供案件诉讼当中的法律意见。毋过调查发现，牵涉到更较侪司法检调高层才被公布调查报告。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们司法院必须要依法行政。那么，并没有所谓的轻轻放下，法律给我们多大的权限，我们就做多大的事。针对20个现职，还有捌任职的法官涉案，司法院指出，将最高行政法院院长林基虎顶日捌担任翁木晶司法案件法官，甲伊有不当往来，威胁部分重大，毋能按算伊职权撤销一定司法奖章，嘛移送监察院调查。若是前最高法院法官花婉堂甲天解法院法官洪家彬。是因为甲翁木晶有过几啊届的不当往来，原本要进行行政处罚，毋过已经超过时间。合计具检察官身份的有11个人，具调查局所属人员身份的有9个人，总计20名检调人员，分别进行查访谈以厘清责任。另外，法务部的调查报告当中，台北地检署现任检察长周忠钦，甲法务部前处长陈秀凤等人，无牵涉案件，嘛无买股票，依职务监督，也是以行政基础。若是前最高检察署检察官彭万富，前检察官曲凤玉，有调查局前经济犯罪防治处处长金大生，拢去用查出买翁木晶公司的股票，嘛拢有涉案，所以移送刑事调查，针对20个检调人员来进行调查。嘛强调讲，未来重新启动司法调查来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国防部有一个退休的将军林庆京，伊伫2014年获通缉，伫2014年到2018年嘛个继续领退休金加18%。虽然2018年已经有修法，军官互判刑会使来追回退休金也毋过嘛是够有空芳。国防部是表示后续会依法来处理。铁五中将林钦金因为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2014年互人通缉，人已经逃去美国。毋过伊伫通缉期间，2014年到2018年继续领退休金加18%优惠定存，引起争议。果然，一直到2018年才修订《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伫确定判刑了后，应依法讨回。只是伊是伫2018年新法上路进前被通缉。检测无法度讨回劳动。问题我们有没有一个回溯的机制？那去追讨的这个机制？当然一定要还了哈，尤其他已经被接受通缉，还可以领钱。林庆金是前国防部政下评估室主任，2007年退伍去美国，因为不幸案招标涉嫌涉入军火商，2014年获高检署通缉，不过因为判刑无确定，无法度追讨伊2014年到2018年的18%定期优存加半年退休金。不过，有立委强调，伊目前还无到案审判，依然无法度定罪，并且以3审定验或者是判决确定作为追钱的基准，而且未来司法实务上也真盼用个案做回溯追讨。在没有正式有罪之前，我们不能骤雨就对任何人加以定罪。他已经到达犯罪行为已经被发觉了。虽然还没有判决定谳，因为司法财务上要走一段很长的时间，应该有类似一个假处分的一个动作。这些给付呢，我们先暂予冻结。它是在法务部发布通缉之后，我们就依照规定由执行单位暂停发放它的俸金。这个法律上已经判定确实是
有罪的，而且不得缓刑的话，国防部会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做后续的处理。另外，未来要修法保劳动，李伟认为关键是伫是毋是用马上停止发退休金，比如增加假处分的机制。国防部表示，后续若是判定事实，会依照司法程序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桃园市议员王和武罢免案，顶礼拜六8万外票通过。外界嘛正关心讲，敢会去影响到2月初六高雄市议员黄捷的罢免案，嘛传出讲那也针对小庭内底的立委，要继续来推动罢免。也毋过学者分析认为讲，每一个选区的选民结果无啥相同，罢免案应该袂有连锁的效应，也毋过会对民进党造成一定的压力。民进党桃园市议员王和武的罢免案16通过了后，后一个受到关心的罢免目标是高雄市议员黄捷的罢免案，会伫2月初六开始，罢免标准是71000外票。议员高美玲的罢免案嘛已经进入第2阶段的审查，那也嘛锁定中央，包括民进党公司姚撮宪也，还有基进党的陈碧桂嘛拢去用点名罢免。对于公民团体所发动的罢免案，都是以从旁协助，希望顺应民意。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去面对，同时呢，也把它视为呢是我们整个反莱猪公投的整个暖身。地照新台北市罢免案的困难度真悬，即马这个阶段以推动反内地的公投为主，罢免为辅。若是当地骑脚踏车宣传公投连署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18到台中台北位的选区，要来拼推动挂内位的行动。在台北，我会发起罢免吴思瑶、郑伯奇里长，决定要挺身而出，为台中市民的健康喉舌，他发起了罢免陈柏惟。现在我们2021看到的是乱点罢免谱，我一直很怀疑这样的逻辑在哪里。其实开放美猪进口是国家政策，身为执政党的立委，只能够来支持政策。学者认为讲，王和武的罢免案通过，对国民党来讲有提升士气的作用，啊，不过各选区的选民结果无同，可能会有连锁效应。对执政党来讲，这一波波的罢免呢，会形成对他们的压力，这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过度的密集的时候，因为罢免必然对社会造成冲击，那我们不排除会引发一般选民的一种反弹情绪。学者指出，罢免案虽然会对民进党造成压力，啊，不过在野党嘛应该避免用罢免案来表达不满，若无可能会变做政治斗争，嘛会造成社会的困扰。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高雄的一个查甫人哦，之前甲朋友来拍羽毛球，结果目睭去互球拍到，即马目睭都要看无咯。医生表示讲，虽然羽毛球真细粒哦，也毋过直接去拍到目睭，威力是非常的大，造成的伤害甚至是比一般的球更愈严重。这案出火，红魔登去，水质体嘛走位。高雄一名60岁男子因为目睭受到严重的伤害，到病院检查，视力无到0.1。伊表示是和朋友拍羽毛球，对方杀球拍到伊的正眼，目睭随时看无。它的大小刚好可以越过我们的一个眼眶骨的一个保护，所以可能会直接伤害到眼球。那第二个是羽毛球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那在杀球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时速300-400的一个速度。羽毛球杀球上紧有300-400公里，而且因为球头较细，直接飘过目睭壳骨头的保护，伤害比棒球和其他球类拢较大。而且经过手术了后，视力恢复有限，手术了后1个月也是只有0.4，佮需要长期门诊追踪。这种运动伤害是经常在听到，而且大部分都是由这些错误的动作所造成这些伤害。在往前来不及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动作，你记得，你就是把你的球拍用在你的脸这边，就可以挡住了。对，这个是最安全的啊！你就不顾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要闪也来不及，我们就把它挡住。因为羽毛球是非常普遍的运动，医生建议运动的时阵爱戴着护目镜，若是戴目镜爱选择安全镜片，避免镜片喙齿伤害目睭。资深的球友嘛讲，一般民众拢是拍球运动，无受过专业的训练，毋过防护动作绝对袂当减做。记者李小米交关高雄报道。特别过年咯，最近货运业者的货拢袂赴送哦，有真侪驾驶规礼拜拢在上班，业者嘛毋惊劳检，货运工会就呼吁劳动局伫过年之前应该启动专案的劳检。11、12、13，像这一个人，他就上了13天班。
提出过年期间的排班表，因看到有几位员工连续上班超过7天，安尼状态不止出现在过年，亲像去年疫情产生的在经济潮流，甲每年中秋、双十一这汇运大会拢有可能发生。汇运程度业者平常时都是安尼。不管是他的班表也好，或者是他的手持电脑都没有这个人的记录，劳检员就可以解释说，就可以认定说，哦，或许他那一天真的是休假，可是实际上他那一天是不打卡上班，然后是领现金。工会表示，有的班表看起来符合劳基法的规定，7休日加1个日休，不过迄只是予劳检专用的班表，毋是真实的情形。为过去的蝶兰花也个客运过劳所造成的死伤案件来看，过劳驾驶因讲是社会无定时炸弹，随时可能造成悲剧。所以工会呼吁劳检相关单位，保证未来过年进前2礼拜爱做汇运程度的专案劳检，还佫搭住工会来斗阵劳检。国道客运零售量贩、储配、运输、物流这些业别已经列为这个今天开始执行的春安加强劳检计划的这个检查重点对象。那他如果在执行检查的时候，觉得说这个产业有一些特殊性我不太容易能够查出确切的违反事项，是有一个这个可以邀请专家来身份来陪同。治安署指出，劳动部每年拢会举行春安期间的劳动检查计划。今年为10月开始，各产业工会确属违法事情，应提供予主管机关同时提醒，汽车货运业并是用春秋的调整理解行业，所以爱符合1个日休这规范，也列为春安检查重点。记者综合报道。疫情佮继续的拖，交通部嘛举办论坛，希望讨论出一寡应变的方案。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生就讲，台湾国内旅游需要转型。伊讲目前是因为疫情，咱国内旅游真旺，也毋过塞车、人客人佮上基本的公共便所等等的问题，拢爱好好面对，好好改善。参加疫后观光转型论坛，政务委员张景生当交通部长林佳龙的面，表示台湾的国内旅游有结构性的问题，热门景点、人客人、塞车甚至公共便所拢处理无好。即马是因为有疫情，大家才留伫国内旅游。未来解封了后，恐惊出现报复性出游，无法度留人。国民旅游就等于这个低品质的代名词，只要到处都是塞车。非常差劲的这个旅游服务，拥挤的景点塞车，是这一类的，连公共厕所都搞不好。张景生分析，过去台湾每年有1800万人次出国，产值是8000外亿。目前因为边境封锁，国内业者生意好，不过产值并无悬，爱思考升级。未来国境若是解封了后，应留人伫台湾佚佗。观光学者表示，国际普遍预测跨国观光爱伫2024年才恢复过去的水准，观光产业爱思考跨业扩大。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过程里面，很多产业它是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就像说这个运输业、物流业等等，甚至在地的这些农特产产业。那我们今天在观光产业如何跟这些产业去做结合？根据观光局统计，去年差不多有80间旅行社挡袂牢退场，不过有100多间新设立的旅行社投入国内市场。疫情之下，旅游市场大洗牌，业者出招抢客，转型升级是一定爱做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汗流一泡接一泡，食了包拢买无哦。也毋过用过的弹条是真无环保，嘛无厂商愿意回收。环保署是强调当局来当做是一般的垃圾弹条，分化如小条就好。也毋过有学者是建议讲，环保署应该来建立回收的机制。寒流来到，未少民众出门的时阵，拢会扎暖暖包来防寒。也毋过，这段暖暖包的使用高峰期，却也引起要安怎回收也是单调，甲敢是对环境造成伤害讨论，甚至有社福单位想要募集暖暖包的内容物来囤补棒球场的空棚，引起回响。对此，环保署强调，目前先请民众当作一般的废弃物，交予本所车清运送焚化炉处理。但是目前的处理就请民众丢到我们的这个垃圾袋里面丢到我们的垃圾车来处理，不必去做剪开，剪开都是粉末状，反而造成一些环境的这个负荷。
暖暖包是复合式的成分，内底主要是铁粉，拍开塑胶包装了后，铁粉接触水汽，铁氧化产生热能。此外，成分中还有盐、活性炭、致石等，盐会当催化铁的氧化，活性炭加致石拢有真好的保水功能，互铁粉继续氧化生热。环工学者认为，暖暖包的内容物敢是对环境造成伤害，要看是倒一个部分，就铁炭等较无问题。基本上它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太大，因为这一些金属我们都称为地壳元素，这种地壳里面都会有的啊，包括镁、铝、铁。那这盐分的话，我们就看各家的产品的那个成分可能会有不太的一样。一个量大的话，你就到处弃置的话，那这个毫无疑问的就是一个环境的污染，还有它的外包装。它的外包装的影响的可能也蛮大。学者建议，像暖暖包的外包装物乱弹掉，都可能成为环保问题。建议环保署量早建立相关的回收机制，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对此，环保署表示，目前无回收商愿意回收暖暖包，会召开厂商、回收业者加专家学者同齐开会讨论，找出处理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花莲县环保局申请代替花莲基务段地下水还有土坝，发现种石油的碳氢化合物是管制量的40多倍。附近的民众嘛表示讲，伫附近的水沟啊，常常拢会看到一大一大的油，嘛怀疑讲这废水哦，可能拢无经过处理就排出去咯。这是代替专门维修甲清洁火车的花莲基务段丢满大排水沟，也刚看到水面铺着一片一片油搭。附近民众表示，基务段附近的土地种啥物拢死，早就怀疑水甲土有问题。迄水讲袂食，迄落迄流落来，伊经种了后啊，袂食一。进入花莲基务段厂区，清洗甲维修火车的废水经过收集了后，会流向污水处理厂搁排出。不过，花莲县环保局伫去年11月例行性采样中发现，土壤甲地下水内的总石油碳氢化合物是管制达的40倍。总持有碳氢化合物土壤是48500，水的为419，都超过了管制标准。那我们在今年的1月12号已经有公告为控制场址。代替花莲基务段表示，场内的废水其实拢有回收，不过设备老旧，佮加上污水处理厂破气，加地水外流，目前已经停用破气的处理组，也请示总局加速兴建新的污水处理设施。污水设施的话，我们每天都有排放标准，那环保局人员也会来做出水口的检测，应该没有问题的哦。污泥因为现在是比较困扰我们的地方。代替强调，污水处理厂是民国60年所起，无法度符合现代标准。不过这摆污染面积达到5公顷，环保局表示，若讲代替无提出应变计划，也无改善，会继续依照土污法甲水污法开发。记者综合报道。有风电业者要伫北海岸设风力发电的设备，引起渔民的反弹。早起环保团体佮伫为开记者会，呼吁能源局应该要针对一寡重要的市场、生态区域，要求禁止开发，袂使讲业者想要伫地开发就先扩大。去年底，风电开发商德联集团计划伫咧北方三岛来起立化风电场，引起渔民强烈不满。早起环保团体甲立委召开记者会，营业风电开发第3阶段区块开发特别启动，呼吁主管机关经济部能源局应该负起海洋规划，对厂商开发建地来进行闭关。第3阶段开发希望至少没有正面表列，至少也应该要有负面表列。海域空间规划甚至应该入法。经济部能源局推动立化风电发展分3阶段来进行。头期先行建立第1座示范场址，嘛已经伫咧2019年底完工商转。若是第2阶段占地场址，已经伫咧2015年公布全台湾36个占地场址，目标是伫咧2025年以前完成5.5吉瓦的立化风场布局。若是第3阶段区块开发的细节，原本定伫咧2020年底公布，不过能源局表示，各界也有真侪意见需要去讨论。环保团体是提出3大诉求，包括无适合的场址应该随停止，佮维设禁建区和建立标准作业指引。你应该要指引开发商是哪些地方是可能是进社区，那再去更新相关的资讯跟图纸，甚至我们觉得要纳入渔民平常习惯作业的区域。经济部能源局表示，针对立化风电业者上船北方三岛这个案件，强调开发业者还搁伫咧初期的规划，还未提出正式的开发申请。若是提出来，嘛以电业法还搁电业登记规则等等的规定定数，要求业者通过宽评。
而且完成渔业协商嘛，爱摕到地方政府、农委会等相关主管机关的同意函，才会当摕到区块开发阶段的开发权。若是第3阶段的区块开发，抑搁伫咧讨论的阶段，无预计公告时间，定案了才会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当个大厝的台东往来失巧，因为疫情临时无法度外销，有15万斤的订单要转内销，所以呼吁民众最近爱加买一寡往来失巧，来帮助农民渡过难关。一箱的往来失巧为台东县避兰乡的搬家外销集会场装起货车，这支卡车载2000台斤，要送去花莲县政府行销。这只是花莲县订7000台斤的第一批，其他县市订的也为各乡镇集会场陆续出货，目前至少已经接到15万台斤的内销订单。其实还有很多的县市长都打电话给我，那我已经把他们引荐给我们各个地区农会，让他们直接跟各个不同的地区农会可以自行做洽购。台东县这个大出的往来失巧，每年外销2万多吨到中国。不过今年受疫情影响，外销用的冷藏货柜进出港口拢爱销到，造成外销时程真慢。农民采来水果爱赶紧卖。台东县各地农会即摆甲县府联手伫国内推广，一箱6公斤装，下级的水果只卖600块，选价小比往年较低。不过希望大家能食到外销品质的往来失巧，帮助农民渡过难关。现在的价格可以说是物美价廉的这样的一个最佳送礼的时机啦。这款水果的物件有好歹市啊，今年目前这安尼是介绍还可以台东地区农会表示，已经找到外销用的冷藏货柜，已经送出16万多台斤的往来失巧去中国，而积极个为农民找货柜，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的行销策略，将往来失巧卖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嘉义东州阮社区是传统的渔村社区发展协会最近请人来起一个大灶，希望和社区的囡仔甲老大人做伙煮食，联络感情。社区即天替大鼎草乡茶边啊，阁有准备鱼仔要来烘。原本一片土地只种一寡物件，地主甲土地捐出来，互社区来规划使用。大家做伙讨论了后，决定要搭边啊起一口大鼎灶。旅外的游子，他们有时候假日想回来，那想回来，其实这边也没有一个餐厅，也没有一个，他们希望说营造一个大灶，大家也可以一起准备食材，然后在这边煮一煮，甚至未来这边也可以简单的露营。甚至未来有些空间，如果整理起来，也可以简单的住宿。安尼嘛袂歹啊，整理安尼嘛真好啊。啊，迄大鼎灶你感觉咧？好嘛，真好呢。为什么哈？啊，为什么人煮物件，迄落拢嘛真好势。东石乡的阮社区有900多人，因为所在偏僻，一寡建设较无充足，社区发展协会甲居民决定起一间社区厨房，互社区内底有一个会当做伙煮食、维持感情的多功能活动空间。主要大家靠做伙，做伙食物件，咱年节时啊，做伙来讲，节日，比如讲爸爸粽，年底咱炊粿，安尼。老咧，回，较早迄种农村社会，迄种感觉就吹得来。社区发展协会指出，为着生活，大家拢出外食头路，整个来拢是囡仔个时代。这卡大鼎灶先来替时代重现早时的生活记忆，接落来阁要替囡仔起一个会当佚佗的所在，互这个社区的生活环境哪来哪好。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德山2021年第一灯会是真热闹咯，内底有侪侪高人利用在地德甲工艺设计出高灯会灯，那么做伙来欣赏。2021德山德艺灯会当日闹热举办，会场设计拢有配合牛年主题所设计会灯，而且因为德山是德甲的产地，所以嘛会当看到侪用德边德工落去创作的会灯作品。亲像这只用德工连起来的牛，就是德山灯湖社区的居民做伙激头脑设计出来的花灯。为着让这座花灯更较有特色，连牛起来姿势都甲大家印象中的姿势无相共。
阮的技工用土法炼钢，人听看到讲啊，现在咱这个牛是徛咧，我拢甲伊讲，阮的牛是有训练过，所以阮的是徛牛。要好这个花灯是有阮家己丁老社区家己的特色。要做这只牛，毋是黏黏的尔，社区职工对内底铁骨架开始烧，到菜外口一节一节的伫讲，最后搁爱动头壳，甲所有拢无相共的伫讲，一支接一支黏糊无空芳，用几落个月时间才完成。今年的制作比旧年啊搁较济用到竹啊，咱规园区除了铁架以外，都是用竹啊来设计。若甲旧年比起来，本来想会较简单，结果做了才发现是较麻烦。真侪所在拢有在办的灯会，考验侪高人的创意。当年拢啊变出无共款的出头。虽然南投德山灯会规模无亲像各县市政府主办的遐尼大，但是结合在地德工艺的花灯，绝对是别位找无的。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花莲北港的金雅hen，经过冬外整修，已经甲新村请转来啊。等到完全整修好势，这个所在就来成做传承北馆重要的中心。云关北港镇的金雅hen自去年底开始修复，经过冬外，部分所在已经整修好势，嘛举办入伙安座的仪式，要甲暂时安置咧朝天宫的新村。祖师爷、西晋王爷请转来到金雅hen，搁再复师。咱依照着这个古礼吼，送这个古乐吼，包括着咱规个科仪全部拢是照过去的这个科仪个对吼，会当讲非常的特别吼。这嘛是咱全台湾吼第一个摕到关灯古迹的这个曲馆。讲到金雅hen这个有久长历史的北管乐团，是北港古老的艺人之一。也因为会馆已经成立8月冬，建筑物是真老旧。经过北港居民的拍拼，顺利向县府争取到经费来修复金雅hen。整修的过程当中，发现旧樟木门甲特殊的机关，拢保留甲真好势，拢保留甲真完整。地方的乡亲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是为要修复金雅hen尽一挂心。修复过程我们要找到清代的木门，所以会恢复原来清代的中间的木门。那地砖的部分有一部分是旧的清代的地砖，然后我们募集到500块地砖，感谢所有北港人一起捐他家里清代的砖。将近差不多2月份就会完全就是修复完工。这个吉雅轩也会是我们继续传承北管这个乐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传习中心。金雅hen唔但有建筑物老旧的问题需要解决，佮因为乐团团员真老，北管文化恐惊失落。所以北港居民唔但要修复空间，也要甲客家这项和北港重要的宗教活动有大大牵连的传统捡倒转来。金雅hen唔但保存历史风华，伫未来也会成做团结中心，传承北港乐曲珍贵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有店面的册店是一间一间关哦，也毋过屏东的独立册店却愈开愈多，竟然有12间哦。其中伫胜利新村、行无几步路，就有一间独立册店。这是屏东真有名的胜利新村，即马流行踅册店，尤其是古厝内底独立册店。这间册店以动物生态做主题，爸母会当带囡仔来遮看册。离伊无甲200米，就搁有另外一间册店。胜利新村会使讲无偌快，毋过内底煞有5间独立册店。4年前来遮开的时阵，敢若有1间尔，嘛无想到讲即马的遮侪人，伊来开，可能人感觉这种老厝啊，开册店，作为一种气氛的。齐浩前甲伊某4年前开这间册店，伊经的册主要甲族群、民俗、历史文化有关系。伊对古厝本地就真有兴趣，才会决定讲要回来故乡开册店。册店毋是敢若卖册尔，因为足侪可能性的。比如讲，你会当用做食的，做食的，阮这菜单设计会当用屏东的族群元素。目前伫屏东拢总有12间的独立册店，最近有4间拄摕到文化部的补助，每一间册店拢有无同的经营方式，结合在地人文，才会当通过文化部的审查。离西边的册店就是其中一间。买册的人伫这个时代有较少想法，但是因为我做的这个物件，我这卖商品当以生态来做这个主题。
所以讲有吸引了一寡对这个生态有兴趣的人。李世斌更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议员。第一摆开店就选择独立册店，对阮来讲是不无小补啦，吼。会使讲阮以迄个今年的这个营运吼，就小可有信心来度过这个难关啊咧。不过大部分的册店无政府的补助，像讲饲好前，伊是靠办展览、做研究案、编刊物，互册店总算会当继续维持落去。一个阿伯啊，听到而且经过伊讲，伊住伫遮附近遮侪年啊，伊唔知影遮有册店，啊，伊感觉他觉得很高兴啊，因为伊以前踅册店都无去啊，册店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但是这可能爱开时间。伫咧网络的时代，这个独立册店靠理念甲多元的经营，互册店唔是单单是册店。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9度；外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